蔡英文总统就职伫要万七东路台湾土地正义行动联盟甲各地受害者早起去总统府头前，伊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废掉市地重划这款恶法，因反对主办市地重划只要5成民众同意，地当启动。伊嘛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抢人民的土地，违反宪法。资本重划，废除资本重划，还我基本人权，还我基本人权。为屏东高雄台中内民众举着旗仔，要对后壁的总统府化会，因拢是反对主办市地定位受害者，批评定位办法根本就是变质咧抢人民的土地。我们现在目前资本重划已经是沦为黑道、建商、财团来掠夺人民的土地。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指出，伫日本要主办市地定位，要得到100%居民同意，但伫台湾定位区内底土地所有权人，互强制纳入定位会，只需要1/2多数就当决定所有代志，非常无公平。学者指出，讲要保障人民基本人权的蔡政府，就职将近7周年，对废除恶法煞无任何的动作。这是一个黄牛的政府，他对人民做出郑重的承诺，他也对国际人权审查委员会做出郑重的承诺，但是一方面，他的法规制度完全没有改。联盟指出，因为市地定位受害案件是愈来愈多，政府不应该一手讲民主自由，另外一手去放任法令来侵害基本人权，强烈要求废除恶法，百姓爱的只是保有安心立命的土地。记者林建梅、陈昌伟台北报道。